开城门！快开城门！驾！站住！你是谁？在下苏子英，奉二郡主之命捉拿陈芊芊，还不放行？大郡主这密道真隐蔽啊！少君，城内重兵把守，如若出现差池，我们怎么脱身啊？放心，小千肯定有办法。他是编剧，编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编瞎话啊！什么人？分头行动。好，走。二郡主，小人先前虽被陈芊芊擒拿，但始终不忘二郡主的使命，卧薪尝胆，假意投靠，趁机将她擒来，但凭您处置。很好，都先关起来。好一个恩将仇报！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救的你？二郡主的恩情，小人没齿难忘。小人也曾以为二郡主您善解人意，三公主恶贯满盈。可如今，小人不是这样想的。这一路走来，您的所作所为，让我想起了当日的陈芊芊。你打归打，你别骂人行不行？陈如楚，回头是岸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你现在自身难保，还有功夫来劝我？可笑！你们以为我会坐以待毙吗？公子，公子，城中出事了。楚楚要做什么，就随他去吧。我也不想再管了。不是二郡主，是三公主。什么？三公主带着一小撮人马从玄虎城回来，诈降二郡主，没想到被二郡主瓮中捉鳖，性命堪忧。护城军呢？朝城中去了，还有一伙朝咱们来了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拿下陈芊芊？三公主才是城主的亲生女儿，我们虽然听命于裴思君，但也不能对三公主动手啊。你们的三公主，往日可是嚣张跋扈、荒唐无度，是花园之耻。这都是陈年旧账了，不过我认。陈楚楚，你忤逆母亲，残害姐妹，不配为花园郡主。那你呢？你还带着玄虎城的人攻了回来。可我没有伤害花园城任何一个百姓，你在代理政务期间却把花园城搞得鸡犬不宁，强词夺理。心虚什么？护城军听令，杀了陈芊芊。我觉得三公主说的有点道理，就是三公主深得民心，二郡主却只是翻陈年旧历。哎，那本传闻中的三公主你看了没有？我觉得三公主也挺不容易的，她有她的苦衷。这是军令，如果我们不认你当司军，是不是就不用听命于你的军令了？你们疯了！我是裴家后嗣，我姓裴。可你今日的所作所为，违反了城主的命令，扰乱花园城民的生计，罔顾已故裴思君的遗志。我好心待你们，你们竟临阵倒戈！你们究竟站哪一方？都给我围起来！护城军自然站裴家。裴公子，你是裴家后嗣，也姓裴，如已故裴思君一般，
忠正仁义，才德兼备，就算是男子又如何？二郡主，当日是你亲手捏碎了花符，说从此以后只认人不认符。如今我们只是换了个人听令罢了。将士们，拿出我们护城军的血性来！我愿追随裴公子。我愿追随裴公子。前前灯市，小七，快叫大夫！不，快请大郡主！是。他说